如果呢5分鐘收足高過呢一個 CE 呢，佢就會繼續 close 咗呢個 gap。1分鐘5分鐘嘅 CE 呢，都好似好近。大概呢一度啦，好，入咗張單。今日個 primary fair value gap，你見到呢，而家呢，最理想呢，就係佢洗一洗，到一半或者 high caution，但係佢收足呢，就係呢一個 CE 嘅樓下，咁佢呢，就係睇 bearish，睇下有冇機會呢撈多啲嘅。個目標呢係頭先3060加到82，佢未必俾你加到咁多啦。你見佢呢個足到1/8。收足，而佢支針呢都未到CE，5分鐘 BOS 破咗啦，5分鐘 BOS 唔係呢個5分鐘嘅 fair value gap 嚟嘅，哎呀，你破咗啦。呢一度呢，有個 fair value gap， 呢一個 fair value gap 呢，就係1分鐘點一點啦，向翻向上啦。如果收足係穿過呢一度呢，佢就係繼續向下收足平底穿埋。你見到呢一度有個 break off structure 㗎嘛？1分鐘 break off structure 洗咗，成件事調翻轉，呢一支破咗呢一度 structure， 計第二支，前支第一支，1、2、3支，你要加住呢，就可以係呢一度，佢呢就係1分鐘嘅 break off structure。未 balance 嘅位呢，佢就要掂一掂再落去。呢度有第一個平底，第二個平底。的 partial 啦，因為呢你1、2、3支足呢，佢會掂一掂一半再落去，咁所以呢，你個止蝕呢，你就可以推到嚟第一支，或者係第二支，第一支或者第二支嘅端。如果啱啱到呢個位呢，你已經呢係 risk free 啊！哇，恭喜你啊！呢一段贏咗啦！咁睇下佢個會唔會到呢一個3分鐘嘅呢一個平底啊？第二個目標，頭先呢度第一個目標啦，呢個第二個目標到呢一度啦，30分鐘1個鐘未 balance 嘅 FVG 第3個目標啦，繼續第4個目標呢，就係呢1、2、3橫行對比1:1呢一度終極嘅目標啦，亦都唔好唔記得啊！呢一度7月3號禮拜5嘅 CE未破啊！好，再減20，係啦，又到咗第二個目標啦。